新竹县竹北市新月海沙埔进前有3位钓客伫咧码头钓鱼，而且海中的时阵，海涌拢已经淹过因的脚盘，因也是唔愿走。不过因为这个所在无限制袂当钓鱼，海巡人员就袂当赶人，只好伫现场介护到因做伙离开。画面内底明明海涌已经淹到这3个人的脚边，因又搁继续钓因的鱼啊。边仔看到的人拢真烦恼因的安全，定定来这钓鱼的民众嘛讲安尼实在真危险。像我们这边的吹的风跟基隆的风汇合会卷形成一个风狗浪。它是不是说每一下都有一个风狗浪？它是有时候半个小时，有时候1个小时来一个风狗浪，那个风狗浪是很大。虽然讲海巡派人到现场考考，不过这并无限制放钓，无法度强迫因离开。最后只好继续在现场保护因的安全。巡逻人员于竹北上义岸际发现3名民众着救生衣于该地点钓鱼，因该时段为涨潮时段，考量民众安全，巡逻人员于现地实施劝导。虽然他们当下不予理会，本站仍持续实施戒护，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憩活动应考量自身安全。根据灾害防救法规定，敢若有发布风台警报，搁有成立灾害应变中心的时阵，海巡队员才会使驱离钓客。不过海巡人员呼吁民众，海中的时阵千万要顾好安全问题，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